好，歡迎收睇今日12月16號嘅節目熱看。凝聚力量，一齊向上。TVB 45週年嘅台慶另一個盛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2咧，將會喺聽日12月17號咧舉行嘅。呢個頒獎典禮咧就係嶄新用一個全民嘅投票咧，就係選出最佳劇集、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女主角3個大獎嘅喎。而每一個演員同埋每一個劇集咧，就需要大家嘅神聖一票，係對佢哋過去1年咧所有嘅努力啦同埋付出咧給予肯定㗎。我哋深信觀眾嘅眼睛係雪亮嘅，邊個演員演技出色，邊套劇集無懈可擊，觀眾自有公論。所以台慶頒獎典禮將會突破賽制，破天荒全民公投，1人1票，100%民意，選出3大獎項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2成就劃時代電視選舉。萬眾期待嘅 TVB 45週年台慶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2咧，將會喺聽日星期一喺 TVB1、TVB2、LA 同埋三藩市嘅 Cable 咧盛大舉行，等我哋一齊見證今年嘅時勢同埋時候誕生嘅。除咗演藝界有盛事之外咧，音樂都唔執輸嘅喎。KKBOX 數位音樂風雲榜咧，就係喺華人嘅音樂圈子裏邊咧係具有公信力嘅。而每一個獎項同埋得獎名單咧，都係透過 KKBOX 喺台灣同埋香港嘅過百萬嘅會員咧，用全年嘅點播次數咧去累積產生嘅結果嚟㗎。而呢一個咧就係俾每一位嘅歌手咧，真係視為最重要嘅成績表。而所有嘅歌王同埋歌后咧，都係傾巢而出，係獻出精彩嘅表演㗎。我相信呢一個嘅頒獎典禮咧，可以媲美咧一場大型嘅音樂盛事啊！10大風雲歌手年度總結，音樂達人最佳新人最難忘篇章年度嘉許 A 連羅志祥5月天巨星踩台，一場精心打造嘅音樂盛會。第7屆 KKBOX 數位音樂風雲榜。第7屆 KKBOX 數位音樂風雲榜咧，將會喺嚟緊嘅星期日喺 TVB2 同你一齊咧，就係分享呢一個大型嘅音樂頒獎典禮。TVB 45週年台慶咧，帶你玩盡中國歷史啊！我哋嘅新節目《瘋狂歷史補習社》咧，就係帶觀眾咧穿梭古今，以一個開心、輕鬆同埋搞笑嘅方法咧，透過講古仔或者係補習班嘅形式咧，同你玩盡中國嘅歷史啊！我唔講咁多啦，不如大家一齊睇下佢哋點瘋狂啦！史上最強名師，保證全部真人教學。我自己功課有邊個夠我清楚啊？按高組啊，都起碼識幾隻字，朕一隻都唔識啊！針對坊間誤解，同你瘋狂惡補。就係你而家睇緊我呢個嘅陳世美係假㗎。瘋狂歷史補習社。瘋狂歷史補習社咧，將會喺嚟緊呢個星期5咧，喺 TVB2 嗰度咧，以最瘋狂嘅搞笑方法咧，係玩盡我哋5000年嘅中國歷史嘅，千祈唔好錯過咯。微梅望族咧就已經大結局咯喎，咁我哋喺嚟緊呢個星期2咧就會播出《幸福摩天輪》啊！我哋今日咧就係率先咧請到《幸福摩天輪》嘅演員咧，同大家咧就係講下佢哋喺戲裏邊飾演嘅咩角色㗎。今次喺新劇裏面咧，我就演一個叫施奕謙嘅角色啦。咁呢個角色咧就係充滿愛心嘅，好幫啲同事，好幫啲 friend 嘅，我覺得都幾好玩嘅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次鐘嘉欣飾演嘅角色咧就係恩明社嘅陳文幹事，咁我叫做康如風。我嘅性格咧就比較有呢個強迫症嘅，咁點解咧？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嘅細佬咧係俾一個拐子婆抱走咗嘅，跟住失蹤咗，跟住我就發晒毛咁樣。咁因為呢件事咧，令到我個細佬咧有呢個長短腳啦。咁由嗰次開始咧，我就好多嘢都好緊張，好多嘢都好謹慎，同埋咩都要十全十美，唔可以有錯失嘅事件發生喺我嘅人生裏面。都因為呢件事咧，令到我覺得做一個陳文幹事係好有意義嘅，因為我好想幫到有需要嘅人揾翻自己嘅親人，能夠可以做到呢一個職業咧，我覺得好有意義咯。喺新劇入面，我係飾演一個60年代嘅警察，叫做范永信，年青有為同埋好能幹。喺一次破咗案之後，上司帶我去慶祝，咁喺夜總會我哋認識咗飾演武小姐嘅姚子羚、許玉梅。咁中間我哋發生咗一段好感人嘅愛情故事，但係因為好多陰差陽錯，最終我哋兩個都唔可以喺埋一齊。我嘅角色咧就叫做魯文迪，我係恩明社尋人服務組嘅組長。
我嘅組員咧有陳智新、鐘嘉欣、樂彤同埋陳偉雄嘅。陳智新嘅資歷咧就最深，佢喺我哋恩明社咧係2-3年嘅。鐘嘉欣咧就係新人。我哋恩明社嘅服務咧最重要咧就係幫助嗰啲戰亂啊，同埋係天災嘅失散咗嘅親人團聚嘅。睇完呢套劇之後咧，俾我哋體會到咧，原來社工嘅服務咧係有好艱辛嘅一面嘅。有時唔係淨係話金錢可以彌補一切，你仲要有好熱心熱誠，你要幫助人，同埋希望見到人哋一家團聚咧，呢個喜樂咧係最大嘅。我知道鐘嘉欣同陳智新咧都係第一次嘅合作嘅，咁我想問一問你哋兩位啦，對於今次合作嘅對手咧，有啲乜嘢心得同我哋分享下嘅？今次係我第一次同陳智新合作啦，我覺得好有 potential 嘅。佢其實同呢個施逸謙嘅角色係好相似，好有正能量，都幾活潑可愛㗎。拍嘅時候係幾舒服咯，同一啲好多未合作過嘅演員拍戲啦，咁所以係擦出到一種好新嘅火花啦。今次大家拍得好開心，每一日都係笑住拍嘅，就算幾辛苦啊，捱到幾辛苦幾通頂啊，都會好開心嘅。咁今次第一次同嘉欣合作，我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嘅人好開朗啦，比我想象中搞笑咯。佢都好 lady 好大方嘅，但係大方之餘咧，佢會有啲好得意、好好玩嘅時候，所以大家走埋一齊嘅時候，我覺得個默契唔難揾咯。同佢合作都好開心嘅。咁另外咧就有阿微微林夏薇，咁今次同佢拍，我覺得都好快揾到個默契。咁佢都係好搞笑、好開朗，所以同佢合作嘅時候唔會有啲咩尷尬嘅場面咯。我同微微同埋嘉欣咧，又唔算係三角戀或者咩複雜關係嘅，但係都會有一啲感情上嘅問題啦。到最後會唔會同嘉欣一齊，會唔會同阿微一齊，就大家要留意啦。同微微合作開心啦，同阿嘉欣之餘咧，其實就係同好多資深嘅演員，第一個單元第一個故事咧，就已經同劉老師同埋華哥岳華嘅。咁我覺得喺佢哋身上會學到好多嘢。第二個故事亦都係好深刻嘅一個故事，就係羅蘭姐啦。咁我覺得嗰個故事就真係好多感人嘅場面啊！咁拍嘅時候由佢哋揾唔揾得翻，相唔相認得翻，我覺得呢啲嘅過程裏面都會有好多真係好感人，係幾乎都會爭啲喊咗出嚟。咁另外一個故事咧，就係我自己嘅故事啦。激動嘅戲又有，要喊要鬧，基本上諗到嘅感情都會有。我覺得呢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咁希望演出嚟之後咧，大家都中意啦。最後咧，想請大家同我哋美國嘅觀眾咧，就係推薦下《幸福摩天輪》啦。想知道我同鐘嘉欣會擦出咩火花，就要留意我嘅最新溫情劇。我係香港 TVB 嘅陳智新。我點樣解決每一個尋聞個案呢？記得留意我哋嘅溫情劇。我係香港 TVB 嘅鐘嘉欣。大家想知道我喺最新嘅溫情劇做一個咩嘅角色，就記得留意我嘅演出。大家好，我係 TVB 嘅黃浩然。我一直都想揾一個人，到底我揾唔揾到佢呢？請留意我最新嘅溫情劇。我係香港 TVB 嘅蔣志光。多謝大家嘅分享啊！新劇《幸福摩天輪》咧將會喺嚟緊呢個星期2咧喺 TVB 度播出嘅喎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而另一個新劇咧《法網追擊》咧將會喺同日啊喺 TVB1、TVB2 度播出。而喺個戲裏邊咧，謝天華同埋森美咧將會化身成為大律師咧，同埋重案組嘅 CID 啊，一齊發掘呢個社會嘅問題，為基層同埋呢一個弱勢人士去請命㗎。不如我哋睇下片先啦。金牌檢控，辣椒大逼供。我淨係知過到海就神仙，有料先贏到官司啫。講到正功，靠晒呢位師兄。你警察嚟㗎？我收陀地啫，追我9條街。將真相起底，預咗蝕晒大底。我哋本啦，係啊！硬撼惡勢力，捍衛正義法規。我話還我清白，咁樣啊！我連自己嘅徒弟都幫唔到。公平公正，得個講字嘅啫。我哋差人嚟㗎，唔可以打人㗎。維護法紀係一件好艱辛嘅工作，堅強先至可以繼續。法網追擊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詳細嘅節目播映時間同埋播映頻道，記得上網到 TVBUSA.com 查詢啦。2012年咧就嚟接近尾聲咯，唔知大家咧有啲乜嘢嘅慶祝活動呢？上一個開心難忘嘅除夕夜咧，就記得咧就要參加由 TVBUSA 主辦嘅 TVB 劇集主題曲歌唱大賽，同埋咧2012除夕倒數 party 啦。
又有得唱歌，又有得倒數。嗱，呢一個嘅倒數 party 咧就係喺12月31號咧喺 Atlantic Times Square， 由晚上10點至到係12點半夜啦。而參加歌唱比賽勝出嘅朋友咧就可以得到500蚊嘅現金獎啦，同埋價值150蚊嘅豐富禮券㗎，仲可以同 TVBuddy 咧一齊倒數、玩遊戲同埋派禮物添。記得咧就係上 TVBUSA.com 查詢同埋咧報名啦。喺呢度提一提大家啦，大太監大結局咧將會喺一陣間節目熱看結束之後咧喺 TVB1 同埋 TVB2度播出嘅喎。仲有咧就係一個特別節目咧，關於大太監嘅，就係全城齊撐大太監啊！咁豐富嘅節目你一定唔會行開㗎，係咪？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咯，下個星期同一時間節目熱看，拜拜。想睇翻呢一集嘅節目內容，請上 Facebook 嘅 TVBUSA 版面，記得要 like 我哋啦。